各位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前几天呢，因为都一直很忙，没有时间给各位大家介绍修行的道理啦，非常抱歉。今天刚好有一点点空档，师父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讲：一动念就有果报。从前呢，梁武帝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天他看见了一桩非常奇怪的事情：某甲在卖瓜，某乙先来向他买瓜，但是甲就说不卖。后来某丙来向某甲买瓜，甲却很高兴地卖给他。梁武帝看见这种情形啊，大惑不解，于是就去问智公禅师。智公禅师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呢，实际上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。他有了解过去世的这种神通智慧。智公禅师就告诉梁武帝说，这个卖瓜的甲呢，很多是以前他是死刑犯，当他要被处死刑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在围观呢。当时乙跟丙呢刚好在现场，这个乙呢心里就认为说，哼，这个家伙啊，罪有应得，活该。这个丙呢，心里却认为，哎呀，这个死刑犯啊，很可怜，因此对他产生同情心。因为这样子一个缘故啊，所以贾先生今生卖瓜不卖给乙，而喜欢卖给丙啊，是这么一个经过的。所以各位啊，很简单的一个公案，让我们知道，人不只在做坏事情会产生报应，连动一个恶念也会产生恶果。所以古德有说啊，假使千百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意时，果报还自受。正是在描述我们动了善恶的念头，将来遇到适当的机缘，一定会产生果报的。所以要预知祸福，要先问你自己的心。湛湛青天不可欺啊，未曾动念已先知。劝君莫作亏心事，古往今来放过谁呀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跟行为一定要特别的谨慎。比如我们选购书本要特别慎重哦，因为一旦看了不好的书，就可能心地中播下不好的种子。看电视也是要特别的谨慎，因为假使你看了没有意义的连续剧，不但浪费时间和精力，而且可能还会做噩梦啊。因此我们要时时关照自己的心念，严防恶念的产生。因为念头重复出现几次以后，就会造成行为，行为重复出现了几次以后呢，就会产生习惯，习惯根深蒂固以后，就会变成你的性格了。有了什么样的性格，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命运啊。所以佛陀为什么劝我们末法连代众生要多念佛？因为名号里面就有光明，随时给你普照，我们业障就消，智慧也能开朗起来。对任何事情我们都会有分寸，懂得进退，所以念佛是最好的保障。希望大家心存善念，心存的净念，天永远在护佑着你。大家要谨记在心。南无阿弥陀佛。